周慧敏，周小姐咧係性學小說嘅權威，最擅長係臨床採訪，務求實事求是。曾經為咗寫脫衣舞后而大跳科騷喎。喺前嗰排啊，為咗要完成嗰本至尊無下，而喺梳打埠嗰度犧牲色相添啊！仲喺賭場嗰度啊，磨咗7日7夜啊！咁出名你都唔知啊？你忽㗎，千祈咪添啊！窮人卡特規冇人性㗎，到時你唔係俾人掟去做雞，就俾人掟去做軍妓。你咁都要去？你真係天生雞格。哎呀！哦，唔使你講，我一早就知道大比賴係雞民一族啦。做雞可恥，叫雞一樣可恥啫。我不入雞竇，誰入雞竇啊？我就係想將卡達輝旗下嘅雞竇企業化，甚至係國際化。咁我本雞竇大革命就可以大功告成啦。哦，哥哥仔，鑊鑊都係高潮就唔係高潮啦。上次我嗰啲咿咿呀呀親情上面呢，當正自己係武林高手。